半蹲運動。而家會做半蹲動作，呢個動作會訓練我哋整體下肢嘅肌肉。我哋可以揾一埲牆先，背對牆，企直，然後向前行一步，雙腳要同膊頭一樣咁闊，之後可以挨落埲牆度，屁屁同背脊都要掂住埲牆，然後慢慢向下蹲，屁屁同背脊呢要繼續貼住埲牆，雙手可以擺大髀上面。呢個姿勢維持3分鐘，每日2次，記得膝頭哥唔好超過腳尖，同埋膝頭哥要指向腳尖嘅方向。呢度係今次運動嘅總結。想知道更加多嘅肌肉訓練運動同埋拉筋運動，可以 click 入我哋嘅頻道裏面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！